趁放假梗係要嚟下故宮博物館睇下啦。今次故宮博物館有一個埃及展，去到8月31號都有得睇㗎。我今日就去咗睇呢個展覽。喺呢一區，你最容易被吸引嘅，通常唔係只有靚。喺9號展覽，我哋可以睇到更多有關古埃及嘅圖案同埋符號。你見到嘅唔係淨係花紋，亦都可能係喺度傳遞名字、身份、祝福、保護，甚至係古埃及人對死後世界嘅想像。所以你可以將佢諗成每一件展品都好似一本小小嘅密碼書。你喺現場睇到啲文字一樣嘅圖案，嗰時你可以試住問自己，究竟喺埃及展你睇到嘅，佢係講緊乜嘢人，同埋表達緊埃及人嘅乜嘢願望呢？喺古埃及文化入面，死亡通常被視作為一段嘅旅程，而唔係終點。展覽透過器物同埋設計語言，俾我哋更加理解佢哋點樣為旅程準備。例如保存生命嘅痕跡，讓靈魂被認得，希望得到庇護。所以佢唔係恐怖嘅故事，而係非常制度化嘅儀式想像。我哋嚟睇下古埃及人嘅銅像啊！睇下銅像上面揸住嘅權杖，同埋古埃及嘅碑文。古埃及嘅文字同埋銅像都好得意㗎。有好多人都趁住埃及展覽嘅時候嚟到故宮博物館去參觀，睇下古埃及佢哋對死後嘅精神世界有咩諗法。原來製造一個木乃伊係要好多工序㗎。當我見到呢一啲嘅古埃及工藝品嘅時候，我都非常之驚訝。原來古人製造工藝品用咗好多嘅心思，唔知而家嘅技術整唔整得出呢？呢啲係古埃及嘅項鏈。我哋仔細睇下呢個特別嘅雕像，唔知你有咩感覺呢？行入博物館，行入古埃及展，就好似行入咗另外一個嘅神秘國度咁樣。我覺得埃及嘅文字真係好得意啊！原來埃及嘅文字分為表音，同埋佢會有另外一個符號去輔助佢嘅表音字，而佢嘅表音字係用唔同嘅圖案去組成㗎。所以你見到喺佢嘅碑文上面有密密麻麻嘅圖案喺度。古埃及人對於動物同埋死後嘅世界都有充滿住想像。除咗埃及展之外，故宮博物館本身都有好多嘅展覽㗎，例如有以前王朝嘅器具。係咪古色古香呢？呢
呢個工藝品係用孔雀嘅羽毛製成㗎。以前嘅人寫嘅字都非常之靚啊！見到呢啲嘅書畫，就見到以前嘅文藝氣息。原來一筆一捺都充滿住心思。原來喺古埃及文明同埋中華文明都有交疊嘅時候。我哋可以揾下喺仰韶文化嘅時候，古埃及文明係咩狀態？嚟到清朝嘅文物，呢個時期嘅特色，佢保留咗傳統禮制嘅核心。我哋見到皇帝身上所着嘅龍袍，見到佢哋仔細嘅工藝，好多圖案都唔係隨便用㗎，而係跟身份、用途，甚至係儀式有關㗎。展覽廳入面仲模擬咗古代園林嘅擺設。當我哋見到出面嘅風景，就會覺得非常之唔一樣啦。古代嘅工藝品、書畫都好值得欣賞㗎。除咗古人嘅工藝品之外，我哋都可以欣賞下而家嘅學者，佢哋點樣用書法嘅作品去將古代嗰種古色古香嘅面貌呈現出嚟。見到呢一啲嘅書法作品，我實在係嘆為觀止。哇！原來以前嘅人，佢哋寫字係可以咁工整、咁優美清麗㗎。話咁快去到6點，博物館就要閂門啦。博物館入面真係有好多嘢都值得睇。如果大家想去故宮博物館，可以去 Klook 嗰度去預訂門飛。有機會我會再嚟㗎。